大家好，我係奧巴，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套真人實境遊戲節目《超擊戰鬥營》啊。同樣呢，我都係俾佢嘅任務同埋挑戰呢係吸引咗入嚟睇嘅。咁究竟呢一套節目又好唔好睇呢？喺片頭畫面返嚟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啦。首先都同大家講下呢一個遊戲節目嘅玩法啦。一共12個嘅型男索女，分成3隊去比賽喎。咁佢哋一開始呢就會入住一個 battle camp 嘅，咁即係好似外國嗰啲 summer camp 咁啦。每隊呢就有自己一間嘅獨立屋，營地定時呢就會有團隊挑戰賽嘅，贏咗就可以有免淘汰嘅金牌啦。輸咗嗰隊呢就自動會喺淘汰嘅輪盤上面有一個名。中途呢亦都會有大懲罰，就由勝出嘅隊伍決定邊3個人受罰嘅。咁3個入邊呢，就有2個完成唔到，又或者輸咗個大懲罰嘅話呢，咁亦都係會喺輪盤嗰度加一個名嘅。咁到講下淘汰嘅環節啦，咁亦係頭先不斷講嘅輪盤啊。輪盤上邊呢，就 total 有18個位置嘅。咁頭先都有所講啦，比賽輸咗嘅隊伍嘅成員呢，就會自動加一個名上輪盤嘅。咁大懲罰輸咗嗰2個成員亦都會加名上去啦。剩餘嘅位置呢，就係會由所有人投暗票而加個名上去嘅。咁主持人轉動輪盤，咁轉動邊一個名呢？嗰個參賽者就會被淘汰噶啦。而最後勝出嘅參賽者就會有25萬美金嘅獎金嘅。咁吸引我睇呢一套節目嘅主要原因呢，都係見到預告入邊啲比賽都係好多樣化嘅，加上好多參賽者都係型男索女啦，仲見到有啲熟口熟面嘅面孔添。咁所以呢，我就開咗嚟睇啦。咁首先我都講下呢一個節目好嘅地方先啦。咁當然每個嘅挑戰賽都係幾有趣嘅，亦有新鮮感嘅。幾乎所有挑戰賽都係以團體戰而進行嘅，相對其他嘅真人實境節目呢，要更加有團體合作嘅元素啦。當中嘅挑戰賽有啲係要喺水上面進行，亦都有一啲係喺高空上面進行嘅。咁睇佢嗰啲嘅比賽就真係有少少似入 Summer Camp 嘅感覺嘅。至於大懲罰呢，就係會被揀選出嚟嗰3位參賽者要做一啲特定嘅懲罰，例如無影凳啊，又或者1小時之內鬥步數最多啊。咁其中一項最慘嘅呢，就係要食一啲嘅昆蟲啊。咁啊，要食一隻牛乸咁大隻嘅蜘蛛添，真係見到呢都想作嘔嘅。參賽者有唔少呢都係來自之前 Netflix 嘅實境節目，例如欲罷不能啊、The Circle 啊，同埋我好中意嘅誰是內鬼啊、真人版魷魚遊戲等等等等。咁所以一開始有2個參賽者呢係好熟口面嘅，因為佢哋就係之前誰是內鬼嘅參賽者啊。不過好可惜呢，佢哋2個都好快就被淘汰咗啦。真人版魷魚遊戲我都有睇過嘅，但係可能參賽者就太多啦，咁呢，我就唔係好認得嗰2個男參賽者啦。其他實境嘅節目我就冇睇過啦，所以呢，我就唔識其他嘅參賽者嘅。不過基本上上呢一個節目嘅參賽者大部分呢都係後生型男索女嚟嘅。咁除咗一個叫小書嘅男仔啦，咁佢個子又細粒又唔靚仔，咁但係呢，佢就好隨和，好得人中意嘅。咁講下淘汰嘅環節啦，可以話係呢一個節目嘅一個最特別嘅亮點啊。第1晚嘅淘汰環節，我都覺得呢一個轉盤輪盤嘅淘汰方法呢係好新鮮嘅。根據頭先我所講嘅情況啦，咁啊而家啲名上去輪盤，比賽輸咗又或者俾人投票投得最多，自然呢輪盤上面就會有好多個名啦，被淘汰嘅機會呢亦都會大大增加。不過基於都係輪盤嘅隨機性啦，所以多名呢亦都未必一定要走嘅。而亦正真係有1晚呢，有一個女仔其實係得1個名喺輪盤上邊，但係就係咁唔好彩轉中咗佢呢，佢就係被淘汰嘅一位啦。我初初都有諗呢一個淘汰方法咁隨機，咁會唔會好唔公平呢？不過諗下，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。咁始終都係因為輸咗比賽，又或者做唔到大懲罰，又或者俾人投票先至榜上有名嘅。咁盡管我頭先講嗰個女仔，咁其實都係因為佢輸咗挑戰賽，咁啊先至榜上有名嘅。咁最尾呢，亦真係咁唔好彩轉中咗佢。咁除咗基於唔好彩之外，咁主要亦都係因為佢嗰隊輸咗挑戰賽，先有呢一個被淘汰嘅機會出現嘅。咁所以又唔可以話絕對唔公平。反而比較好嘅呢，就係唔會好似其他實境節目一樣，有啲人俾人針對投票，就必然要俾人淘汰咁。今個節目呢，就算你俾人針對性咁投票啊，哪怕你有7至8個名喺個輪盤上面啦，但係最終呢，亦都有參賽者係可以逃過一劫嘅。
基於入呢一個 camp 嘅大部分都係後生型男索女啦，亦都有部分玩家呢係之前一齊參加過其他嘅節目嘅，所以佢哋有啲都係一見如故咁。得意嘅地方呢，就係佢哋可能被分到唔同嘅隊伍入邊啦，咁就出現咗有趣嘅一幕啦。喺團體戰入邊呢，佢哋又要互相擊敗對方，但係私底下佢哋某啲人呢本身又係好朋友嚟嘅，咁都可以算係其中一個比賽嘅策略嚟嘅。如何確保自己嘅團隊同自己嘅朋友都可以順利晉級，都係佢哋當中要諗嘅策略。咁同埋呢一個節目亦都出現一啲男女纏綿嘅情況啊，前後呢就有2 pair，不過最後2 pair呢都係被淘汰嘅。咁跟住我都講下冇咁好嘅地方啦。基本上成個節目嘅挑戰賽同埋大懲罰，每次呢其實都好有新鮮感嘅，唯獨是最後決賽嘅大懲罰呢，竟然就翻兜翻之前其中嘅2個，咁我覺得呢就有少少美中不足啦。主持人係一個白人鬍鬚大舊佬，感覺呢就有少少木獨啊。雖然就唔可以話佢做得好差，但係呢就冇乜驚喜咯。咁如果主持人係可以幫手營造到氣氛嘅話呢，咁我覺得係可以幫助成個節目提升高一個層次嘅。咁另外唔知係咪關 Netflix 嘅剪接事啦，令到啲觀眾呢係 miss 咗好多嘢啊。感覺有陣時啲參賽者做咗少少嘢，就會突然成為所有參賽者嘅眾矢之的咁。咁例如第一次嘅淘汰賽啦，咁啊有一個白人女人呢，就因為勝出咗嗰個大懲罰，突然呢就有好多參賽者話佢係一個勁敵，結果呢就造成好多人一齊投佢票啦。感覺呢就應該唔似係純粹去做到大懲罰就成為眾矢之的啩，咁但係又有可能係有好多畫面俾 Netflix 剪走咗，咁所以感覺呢就有少少奇怪嘅。同埋喺前一晚俾大家投票想投票走嘅目標，喺第2晚嘅時候呢，正常都應該會繼續追擊噶嘛，但係啲參賽者又好搞笑咁，第2晚呢就好似忘記咗個 target 咁，明明前一晚就講到一定要投佢走咁，但係之後呢就個個又好似冇咗件事咁，好搞笑嘅。其中一個參賽者阿 Tony 正正呢就係之前誰是內鬼嘅參賽者嚟嘅，佢喺頭幾日呢就已經自信心爆棚噶啦，亦為咗贏比賽呢就不擇手段，咁竟然呢最後因為佢心儀嘅女仔被淘汰走咗，咁佢第2日呢就自動棄權走人啦。雖然佢就話係覺得有人投佢票，所以佢唔開心先至走，但係我感覺上呢，佢都係因為佢條女俾人淘汰咗，所以佢先冇心機繼續玩啫。咁雖然佢都係搞事嘅人嚟嘅，佢走咗呢其實仲好，不過佢咁樣自動棄權呢，咁我反而就覺得有點兒兒戲啦。咁我都講下觀後感啦。睇咗咁多套嘅實境遊戲節目，呢一套呢都算係其中一套可觀性幾高嘅節目嚟嘅。一方面大部分嘅參賽者顏值都高啦，另外一方面當中嘅挑戰賽同埋大懲罰呢，我覺得都係幾有新鮮感嘅，同埋都唔係有咁多實境節目會玩團體戰，咁我個人就比較中意團體合作嘅活動嘅。咁可能咁樣呢，先令到我特別有 feel 啊！呢一套嘅節目，咁我都評一評分啦。呢套呢，我會俾9分嘅。除咗頭先嘅原因之外呢，以輪盤嚟決定淘汰參賽者都係幾新鮮嘅方法嚟嘅。喺比賽同投票底下再加入一個隨機性，咁某程度上都增加咗嗰個刺激感嘅，亦可以做到冇話邊一個必定會贏，亦唔會話邊一個呢一定會俾人整走咁。而最後係由參加過魷魚遊戲嘅白人基佬贏到最後冠軍嘅。基本上呢，我就唔介意佢係同性戀嘅，亦都唔介意佢成日 cam cam 地咁。不過佢越後嘅集數呢，佢嘅衣着就越難頂啊！有一晚戴住個髮網同好似個 tube top 嘅造型呢，就真係睇到有啲反白眼啊！不過都應驗咗我之前嘅分析啦，通常都係比較隨和唔玩手段嘅男參賽者呢，係可以笑到最後嘅。唔知大家又有冇睇呢一個嘅節目呢？如果有嘅話，都可以留言互相交流一下。中意我嘅片可以 like 我嘅片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朋友睇，撳埋鐘仔有新片就會彈俾大家睇噶啦。今日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